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三甲来反映今仔日所要用的诗歌，咱陪伴咱的心哦。咱书评咱看者，圣诗196首，一首较无平常名句啦吼。咱三甲做来分析。咱哋主位大家平安，咱一起来听候上帝话语。
咱来预备心，做今仔日早时的礼拜。咱请咱兄弟姊妹甲手机关机，或调整震动，咱来安静1分钟。你所拣选，互伊真近你，踮伫你的院内，即户人有福气。阮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这是咱来用信息106首，就是106首用全首，请听。圣经做咱信仰的宣告。我信主，万有的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你那手里
上帝的生命，咱的主，对信心打开，对在生路漫漫事情，对对来到原来时候，定是一个是当中的领悟，会使你对你相当的话就听，啊，这个专门非常的和平，对将来生活和时代，我信心，谢谢所大会，信任所多，这个三位。太多了，不一样的阿妹，相信。咱这是来领受上帝的话语，咱来看启文的话篇，启文的话篇，咱来看。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亡命的溃烂。虽然有军兵扎营要攻击我，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就是一世人行去耶和华的厝，因为患难的日，伊要安静保护我。将我放伫伊的布房探秘的所在，当我的头壳就得到掠去。我要伫伊的布房献欢喜的祭。耶和华，我出声求救时，求你听。你捌讲，你着希望见我的面，毋通对我你的面。你平素是做我的帮站，因为父母离开我。耶和华，求你用你的道路指示我。咱即是来暗头的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主，带阮来到你的圣殿来做伙来敬拜、学罗你。阮要为即摆的风海所带来的灾情来用主你来祈祷，因为即摆的风海做造成南部足侪地区即马阁还无电，阁有饮水、房屋损坏，也造成遮严重的灾情。主啊，你出声呼应就煞，求你来伸出你的大能的手，使怜悯安慰遮的百姓，加添为你来的力量甲智慧，帮助因会使得到勇气甲平安，伫风灾的过后，会使顺利来展开因恢复家园的工作。互受灾的地区的民众，拢会使经历你同在的公义，佮进入你所赐的安稳甲平静。就敢诗篇所讲的，上帝，你是阮投闪的所在，会甲溃烂；若是阮患难中，就是会帮助。主啊，阮若要为了阮教会第2届的文道的训练来献上感谢。即摆的门训内底有少年人的学生、老年长的兄弟，拢做伙回应你的呼召，渴望在信仰中更较深的明白你的军队主。求主你互阮帮随时的帮赞，随时的鼓励，甲彼此的陪导，就敢若保罗来劝勉提摩太共款，无因为你是少年，互人看轻着你讲话来做代志，甲仁爱甲信伫清气最善的人的模样。主啊，阮若要鼓励在兄弟，就要亲像85岁家咧所宣告的。我悠然勇健，无论是征战是出力，我的溃烂伊是怎样，现在我的溃烂也是安尼。求主你赐予每一位参加运动训练的兄弟，拢有家力的心志，忠心到底来跟随主。感谢主，你来垂听阮的祈祷，
阮的祈祷若不足，只是阮也要以正人的面前，用主导文准今仔日礼拜的开始。阮伫你的内底，万你的名是，你的公义吧，你的旨意行，你的真主天理，阮的日是天父，下面阮的父，亲像阮的下面阮的父，我的朝阮起，救阮脱离迄个祸害，因为讲，我连永光拢是你所有，到来在我前，阿门。咱即时来读上帝话语，圣经约书亚记第14章第6节到第15节，我来读。迄时犹太人伫基甲见约书亚，有今日族西族耶夫尼的囝加勒甲因讲：早伫加底斯巴尼亚，耶和华对上帝的罗卜摩西所讲，关系你我的代志下，你拢知。耶和华的罗卜摩西对加底斯巴尼亚找我偷看即个地，迄时我拄啊40岁，我尽我的心维护伊，总是甲我正伫遐的兄弟，互百姓心失志，独我专心稳地耶和华我的上帝。当日摩西就怎讲？你的脚所踏的地，定着你归你，甲你的子孙永远做了，因为你的全心稳地耶和华我的上帝。看，耶和华照伊所讲的，互我活伫145年，就是对以色列人行伫旷野。耶和华互摩西讲这话的时，看，现今我85岁了，我犹阁勇健，亲像摩西找我去迄日一样。无论是真济是出力，我的气力迄时怎样，现在我的气力也是安尼。求你用耶和华迄日所讲的山地互我，因为迄日你若有听见，伫遐有安那做的人，伊的声扩大坚固。若耶和华教我伫地，我就要赶伊出，照耶和华所讲的，就是我有甲伊祝福，用迄笔轮，互耶夫尼的囝加利做业，所以伊要轮做今年西族耶夫尼的囝加利的产业，直到今仔日，因为伊专心跟地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伊要轮前叫伊利阿伯。这个阿伯是安那族中第一大的，对安尼国内太平，无国后者。以上，咱只是来请圣光队咱来学老主。
谢圣歌队员遐尼水歌声来学老上课。咱即时也请咱用上阮牧师为咱来讲道，咱的信息是勇敢来做梦，咱请用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咱会当伫主搁活的日子，甲组织伫上帝殿边来敬拜祷告主。感谢因为上帝，互咱会当伫3楼的礼拜堂来聚会来敬拜主。我相信兄弟姊妹咱一定会有做无相款的感动，透过咱新的礼拜堂互咱会当来看到。咱教会遮的理想甲目标，继续往前来考走。我相信这就是咱我今仔日用这个题目勇往直前，勇敢拼命，敢于做梦，咱来讲做明白，不是做梦做明白。伫遮咱当然这个梦，我相信会完成。就敢若亲像咱今仔日要看这段经文内面，约书亚记第14章第6节到15节，特别咧讲迦勒的故事。我想迦勒这个人，咱拢真清楚啦。特别是咱无得假是上帝团结兄弟姊妹，咱定定拢会用这个迦勒这个例做咱的目标甲方向。伫中会嘛有一个迦勒团队。伫咱的中会有一个家力团队，这个家力团队其实就是真侪年长的兄弟姊妹组织起来，因真好一件事，就是因继续逐礼拜有一场的聚会，伫个大场的教会边有一间女子神学院，因逐礼拜伫遐聚会，伫遐因拢有分这个便当，互附近遮的街友，所以街友知影这个消息，拢会来。但是当中也是爱先聚会，所以伫迄个过程，牧师慢慢去遐分享过，看到真侪的姐友来到迄个所在，这个家力团队因的成员拢是对各方面每一间教会因伫遐来参与，所以感谢主会当互咱看到遮个中会因安怎勇往直前。因伫遐有即款的梦，迄个梦因若完成，就敢若亲像家力共款。所以求主来保守、眷顾咱的教会，对少年到即个年长的兄弟姊妹，咱拢会当勇往直前，勇往直前，家内有一个梦想，做梦。所以愿主赐福帮助咱的兄弟姊妹。要开始进前，要请咱三甲来祈祷。向阮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你眷顾阮，你保守阮，帮助我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伫主日，也就是上帝，你差派耶稣基督到伫世间，伫遮阮看到主的疼，来到阮的中间，伫遮定时时刻，3天了后搁活，今仔日阮来纪念、来庆祝主搁活的日子。三甲组织伫上帝殿边，阮来敬拜祷告主，恳求圣神甲阮三甲之地，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透过今仔日这段经文，上帝你启示阮本身个人，或者是阮的教会，会安尼继续勇敢往前跑走，甲有侪希望伫个阮的生活内面来实践。感恩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相信咱拢捌有梦想过，咱要做啥物款的代志，是毋是？我本来是想讲要搁举这个麦克风问大家兄弟姊妹但是我惊咧大家拢会惊安尼梦想我嘛捌讲过，我其实真爱飞机特别迄战斗机所以我其实细汉有一个梦想，我想要做一个空军的一个战斗人员我拍算我国小差不多1年级到3年级拢无带路行这个目睭目色拢真好，会当看真远我细汉就是即款梦想。我拍算一遍同学叫我目镜大，我大真好奇大，我久了怎变近视眼
哦，所以我的近视是被传染的吼。啊，我都真细汉有一个梦想，我想讲我要做一个这个战斗机的飞行员。哦，所以我细汉咧一个模型哦，无人机吼遐，哦啊无拍算，这个近视太深吼，我900度，后来我做海军啊，这个第二次验身体的时阵吼，因为900度，医生有问迄个军医就问我讲，啊你要做兵？我讲我袂晓要做兵哦，所以我有真重啊，所以我就派去海军的军舰。哦，但是迄个军舰毋是小艇队吼，就是诺曼底登陆，你知无？有真侪小艇诺曼底登陆啊，拍大门落来，啊，真侪阿兵都冲出来咧。哦，我就后来变迄个吼，变迄诺曼底登陆，但是我是做通讯兵，哦，通讯，哦，通讯都爱摩斯密码，哦，我即摆都会记哦，摩斯密码，哦，SOS 求救就是真正3长2短，哦，哒哒哒，哦，长长啊2短哒哒。哒哒哒哒哒，哦，就是求救的信号，哦，所以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我想要做这个战斗机飞行员，哦，但是后来无法度，后来因为身体，我做海军，海军我嘛真拍拼学习，哦，迄阵拄好海军拢做3年，哦，我大专兵1年10个月。嘛拄着迄个学长，拄好迄阵咧减即个年个，吼，有2年5个月、2年8个月。我伫迄个过程中间学习真多，因为我发现一件代志，信用真重要，信用真重要。我伫做兵的过程中间拄着一个队长，迄个队长是基督徒，专连的人，拢爱等伊祈祷了后，才会当食饭。哦。所以每一遍吼，若伊食饭的时候，我拢真欢喜安尼，因为安怎我著甲伊做阵祈祷，我心内面嘛伫咧祈祷，吼，因为专一个亲像咱安尼坐好好，吼，啊，迄个阮大队长就坐伫头前，吼，啊，迄个军官桌嘛，圆一块，啊，伊祈祷无，啊，大家拢定安静，啊，祈祷了，伊阿门了，啊，头举起来，啊，都爱敬礼嘛，吼，迄个执行官敬礼了，吼，啊，向后转就讲开动。哦，每一遍啦，安尼我足欢喜的，哦，感谢上帝，吼，啊有一天伊就甲我叫入去灵修啦，哦，为什么我会做牧师？这个嘛是真重要的一部分，哦，就是我印象真深，就是这个队长伊后来听讲，这个退休了后，伊去考神学院，伊嘛真做传道者，啊，我甲这个队长，我若礼拜日放假，伊就讲杨成约。我们去做礼拜，伫妈祖有一间卫理公会的礼拜日，啊妈祖咱知拢讲福建话真侪人拢讲福州话，啊福州话讲起来敢若咧上命啊，迄个牧师哦是香港来的牧师，我印象真深，老牧师差不多70几岁，因夫妇2个人派去妈祖的所在，卫理公会是迄个中国派去队，传教者派去队，伊就爱去。哦，啊，所以因就伫咧遐，我嘛真感动，啊，无人输球，我嘛斗输球，我会晓一点点啊放转球，啊，就斗输球安尼。哦，我若有放假，就是甲阮的队长坐伊的军车，哦，我安尼真欢喜吼，做阵去礼拜，啊，伫遐我有拄时会输球一个，啊，有拄时就是听即个因爱翻译嘛，吼，爱有翻译。啊，所以伫迄个过程培养我甲上帝的关系，永远保持亲密的迄个关系。我有一天我伫咧想，因为军中内面嘛发生一件真多的遮个代志哦，特别是拄着迄个性命消息去，会记哩同危险的一摆就是风台来迄船的安尼无共款，阮迄小艇是本来只。船会无共款，起起落落，阮爱迄个缆绳吼绑甲真红，哦，所以看迄个落差的时阵，哦，2只船同靠近的时阵，紧迄缆绳吼爱紧绑好，绑到红，哦，甲袂踹断去。我一个学长无小心就手断去，后手，我看到讲人实在是真正脆弱。哦，还佫有真侪代志，我以后甲佫分享。
所以为一个帮开始做兵拄着即个阮的队长是基督徒，唤起我即个宣教即个真做一个牧师的即个过程，迄个使命，互我想着讲，其实我的梦想一直不断咧调整，毋是改变咯，一直不断咧调整。最后来完成。当我甲阮爸爸讲，我想讲要考神学院做牧师，做神学院考神学院做牧师的时候，阮爸爸有一句话讲：你爱想清楚，你爱想清楚。后来遮尔侪年来吼，有拄时我伫牧会过程中间，难免会拄着做无共款大大细细的试炼的代志。感谢恁的上帝帮助我会当坚定迄个信心勇往直前。其实有拄时看到毋是单单咱教会啦吼，其他教会伫牧会过程中间，有侪我的同学牧师我的学弟有拄时会甲我分享，侪因牧会拄着状况。最近我会去当去参加总会办的牧师囝的营会，牧师囝的营会，参加的拢总是牧师囝，因伫遐咧共款有聚会，共款有分享，阮囝转来就甲我讲，爸爸，某一间教会的牧师拢互赶呢，某一间教会的牧师因拢安怎，爸爸，咱哪会遮较幸福哦？他说我比较幸福安尼，我讲其实吼。每一个牧师的家庭拢有无共款的经历感谢上帝互咱会当伫一间教会牧会久的时间甲兄弟姊妹培养真侪感情这就是上帝互咱每一个牧家的家庭无相款的处境咱你着甲遮的PK 啦牧师囝做伙伫遐来真好的交会毋通比较，毋通比较。我嘛毋知吼，因为我咧因为一天嘛走来甲我讲，爸爸，我想要做牧师啦。我毋知要用什么款的话来回答你。愿主赏赐帮助。我相信每一个兄弟姐讲遮长，就是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是毋是有缘有一款的梦想？迄个梦其实甲咱的环境、咱的现实。有落差，有拄时时间一久来咱感觉迄个梦是少年的较有啦，大汉了后就哪来毋敢想，嘛毋敢梦。今仔日咱看到一个85岁的士大人，叫做加力，85岁，伫伊的生命内面是一个活的见证。咱伫个心上看见有异常的人，伊。老袂倒球，有异常的人老嘛袂倒球，有信心的人伊敢勇敢前跑走。我阁讲一遍，有异常的人伊到老嘛袂倒球，有信心的人敢勇头前来跑走。所以，伊有3点要甲兄弟姊妹做伫遮来分享。头一点，异常会互人安怎？活起来，理想会互人活起来，就是咱讲梦想，迄个梦想、梦想、理想会互人活起来。咱来看11节的所在，伊讲我犹原亲像40年前上款有气力。甲咧讲的，我犹原亲像40年前上款有气力。亲爱兄弟姊妹，有人敢安尼讲无？特别咱年长的兄弟姊妹，昨我咧问阮母讲，你即马几岁？伊讲我搁3个月86岁，安尼伊赢加你1岁我3个月，伊搁知影我搁3个月86岁。我讲咱上面团家年纪同大的大概几岁？今仔敢有遮？有苏金姐敢若88岁，88岁，
毋知佫有超过88岁的兄弟姊妹无？无啦吼，苏金姐88岁，伊举手了哦。你看伊真fashion 吼，嘿，苏金姐真fashion真好，吼。我拄仔熟悉苏金姐的时阵吼，伊讲伊拍乒乓，吼，12年前啦吼，伊甲我讲一个拍乒乓，吼，拍乒乓，佫真勇猛，吼。若聚会礼拜吼，咱就看到苏金姐甲伊的即个外劳吼，安尼慢慢照顾伊的人吼，为礼拜堂到隔壁尔，慢慢行，落雨嘛来哦，行，我有一遍翕伊的相，甲翕起来，落雨的时阵，伊家己一个人行过来。家己讲我有缘亲像40年前就上款像安尼上款有气力。兄弟姊妹，即句话吼是安怎？是性命的宣告，是性命的宣告。家己毋若是干那讲伊身躯臃肿，伊的心有缘有活力。迄真重要，亲爱兄弟姊妹，伊的心有缘真有活力，因为伊的心内有啥？有义上，有梦想，有义上。有上帝的应允，伊知影上帝应允伊要安怎样行伊人生的道。无论几岁，伊犹原会徛起来讲：我还阁有代志还未完成，我还有事情还没有完成。一般大概拢是讲我退休我会当安怎？会当环游世界，会当四界行会当休困有无？我退休我会当休困。我最近我同班的同学啦，我的同学，阮的同学，新行业的同学，同学有差不多26位，26位的同学，同年纪同大的，我咧读册的时阵，25年前咧读册的时阵，已经60岁啊，年纪同大的，即马80几岁啊，还佫伫，80几岁，还佫咧5岁，因其他教坛是咱中那种的。同少年的就是我，阮班同少年就是我，佫一位民国59年厝伊阵同少年，阮2位安尼。阮伫群组内面拢会讲，有拄时啊讲信仰，有拄时讲误会的经历，最近真奇怪，有几位同学开始讲，你第时退休啊？你第时要办退休啊？我想这就是啥？这是可能较无力啦。较无力。亲爱兄弟姊妹，第一点甲兄弟姊妹分享，咱看这段经文内面，第60到11节内面讲，异象会互人安怎活起来，异象会互人活起来。所以家己讲，我还阁有代志还未完成。咱第二来看，心内有异象的人，无简单放弃，不轻易放弃。其实咱四界看，咱有差不多，有即个少年的啦，咱讲少年的40岁就心真老啊，有人40岁就讲心真老啊，啥物拢无爱做，啥物拢无要想，就安尼过日子，领一个薪水，安尼就有够，就是安尼过日子，厝嘛开始有贷款，佫会当应付，慢慢安尼就好啊，嘛有安尼的少年人，对不对？嘛有安怎嘛有亲像家己即款，80几岁啊，伊有安尼想讲，上帝应允我的地，我还未得到，我要去安怎？我要去争取。上帝应允我的地，我有缘爱安怎？有缘爱得到，爱摕到。所以异象会互一个人活起来，因为咱若是看安怎？看现实面，咱更较重要的，咱真做上帝囝儿，更较重要的是爱看未来上帝要成就的代志。就甲咱亲像咱同款，即摆咱还未看到坐满兄弟姊妹坐满的时阵，但是咱会当来有即个梦，有即个想象，咱会当透过有效率的训练，无论是即个侍奉，你若是圣光队员，你认真侍奉，迄个侍奉毋是要应验家己的，是要应验上帝，咱拢清楚。你若是一个即个团结的一员，你伫团结内面的聚会，真希望咱会当全勤，逐礼拜拢来参与，逐礼拜拢伫遮来得到，
哦，你若是一个牧师，你着爱安怎样来用心拍拼；你若是一个中职同工，你要安怎样互教会的即个宣教？哦，咱讲教会存在目的是宣教，互宣教的过程安怎会当顺势？虽讲有时会拄着安怎要放弃的代志，叫要放弃啊，但是安怎？求主保守，咱心内面有一个意向，咱知影清楚迄个目标，咱就无简单伫遐来放弃，互主来帮助咱。所以，亲爱兄弟姊妹，透过第一点，咱来思考一件、反省一件代志，意向会互人活起来。咱现主是伫咧一个人生倒一个阶段，少年的可能要出发啦。那中年的忙甲无因甲有啥晒，年纪大的嘛想要收工啊，休过，但是你的心内面有异常无？亲爱兄弟姊妹，异常是咱的安怎属灵发动机啦，会互咱有动力行天路。咱即马就是咧行天路，咱来知影，咱基督徒就是即马咧行天路，咱。行天路，毋是干礼拜日来到即个所在，叫做行天路。咱是逐工，伫咱的信仰生活内面，伫咱的生活内面，咱有即个信仰，上帝会听，上帝会管教，甲咱相甲彼得，咱咧行天路的过程，难免会走进去，上帝就甲咱扭转来。咱是毋是有迄个愿意互上帝扭转来的动力？属灵的发动机真重要，咱是毋是有上帝的话伫咱的生活内面？所以求主保守，大家来帮助。第二点，要甲兄弟姊妹分享的，就是对上帝来的理想袂落空，对上帝来的理想袂落空。上帝应允虽然时间会拖较长，但是一定会应验。咱要有一款的信心。上帝应允虽然会拖时间，但是一定会应验。咱知看这段经文，加咧等45年，才得到应允的地。当伊少年的时阵，摩西对伊讲的这个地，安怎要恢复伊？所以你想看卖，45年久的时间，一个人若无有信心，怎会安怎放弃啊？咱毋免讲45年，咱讲10年就好啦。所以，家己相信一件代志，上帝若讲，伊一定会做。哇，这是真大的信心啊！亲爱兄弟姊妹，上帝若讲，伊一定会做。上帝伫圣经内面的应允咱，上帝一定来完成。所以，咱来学习一件代志，听候是对上帝信心的磨练。咱在听候是毋是？咱在听候啥物？听候咱的下一代，还是听候你家己本身的转变，还是听候股市起来，还是听候你要做阿公阿妈，还是听候哇，其实真多的听候，但是咱对上帝的迄个应允，咱是毋是捌听候？咱知影等听候等待，是咱基督徒这个上困难的一课啊。有拄时啊，祈祷1摆、2摆，拢无回应，就放弃。但是加勒无放弃，伊知影上帝的时间是对的，伊所讲的话永远袂落空。我举一个最近发生咱兄弟姊妹身上的代志咱有一位兄弟叫做马来金兄弟等于3年前伊败血症伊等于花莲经理伊的厝伊老爸互伊的一个厝安尼伊经理伊骹断一支去，咱知伊拢坐轮椅，伫咧礼拜堂后面遐下礼拜差不多若无啥物代志个人拢伊会专家就来有拄时啊伊家己来，有拄时啊伊甲因某，有拄时啊2个查某囝来。伊3年前
我叔接到电话，伊个查某囝用好的讲，因爸爸昏倒啊，即马送去病院，即马咧去救，咧急救，伫急救内面，医生就讲他败血症，你们要准备后事，准备考试啊。哇，因伫遐祈祷华人遐的即个马远教会，因伫马远教会去聚会，马远教会遐的伊个亲情，1、2、10个赶车来安尼，一个一个入去。即个交互病房，甲祈祷，甲讲话，甲祈祷，我真有感，因为安怎？因为即个家庭实在需要真大的帮助，咱感谢主教会有甲因帮助，但是即个过程中间，伊就是特别袂无法度啦，医生嘛讲你爱签迄个即个病危通知爱签，无拍算，第2天。竟然稳定落来。第3天、第4天伫家护病房待1礼拜久，伊竟然出来普通病房。但是，迄个败血症一直还阁压起来，伊差一点嘛爱洗心。伫迄个过程，上帝医治，慢慢伊恢复。所以前年伊差不多大病，规年拢在大病院，打抗生素，大病。了后出院，旧年出院了后，就有较好啊，伫厝内面有1、2半摆捌伫路里看到伊，骑乌多摆，无拍算，伫个今年开始身体阁无啥好，我阁一遍住院，伫拜1的时阵，突然讲小可，无代无志，本来好好啊。突然不休克，病危通知过来啦。阮甚至伫外口，因为我叔去看伊个电极，通电极伫遐，安尼规个拢急救，有起来，呼吸就有起来，佫插管，送去家护病房内面。好，伫个即个过程中间，阮开始就咧讨论，伊查某囝主动咧问我，我叔像安尼咱。医生若讲即个状态，安尼咱就开始问心细节物件，包括啥？包括伫咧即个要安怎样办后事，要请倒一个张礼仪公司，讲真，我知影就来分享，就来讲。伫即个过程中间，因真悲伤，但是我讲恁拢准备好啊嘛？我是我拢准备好啊。我打算伫咧即个当然，迄个代祷信伫个教会台祷时，我就发出去，大家就留言来祈祷。无打算过1天，昏迷。第2天，因查某囝互我的讯息，牧师，我爸爸醒了，现在可以眼睛动，知道了，知影啦。所以我去教会房看嘛，真兄弟，我甲讲，你死2摆啊，你知无？伊讲是，感谢上帝。我知影伊一定要讲，我就讲袂出来。应该是感谢主，伊一直点头，伊直点头，目屎安尼滴落来，上帝拯救我知影伊心内面还阁有真侪对家乡的孝念，厝内面还阁有真侪代志等待伊，来完成。所以上帝互伊经历即款的过程。我甲讲，这事真正若好起来，你来教会做见证好无？伊点头，伊要做见证，死2摆。愿主来帮助这个家庭，听候是对上帝信心的磨练。伊家祈祷每一遍，伊会当讲话的时阵，伊家祈祷，伊拢讲感谢主，伊拢讲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相信做这个小小的见证，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来体会了解，听候其实是真重要一件事。你咧听候啥物？我相信无人咧听候死啦。咱会当挂着的时阵，咱来感谢上帝。当然，咱好好啊，甲咱厝内面的人做伙，咱伫个拿靠基督顶个教会，咱就好好啊来做伙经营咱教会宣告过程。咱其实需要找兄弟姊妹投入侍奉的过程，愿主祝福来帮助。
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互咱来看，这个时阵，你有在听候上帝成就一项代志，为你的厝的人，为你的健康，为你一个梦想，为教会的复兴，请你会记得上帝的时间虽往真慢，但是绝对袂安怎无影去。咱来继续坚持，继续安怎祈祷，因为上帝是信实的。我毋知咱有即款的确信无？愿主来保守我们。最后一点，应该是怎么分享？理想、梦想会影响下一代。第14节有讲到，希伯伦对这粒归乎亚孙的子孙加列的落来。咱来看这段经文内面，希伯伦做这个基尼色族的这个亚夫尼的囝加列的产业，一直到今仔日，因为伊专心军队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专心军队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你是毋是有专心来倚靠上帝？军队耶和华上帝。所以加列的温和加列这毋那是干那即个参队的即个分配，是信仰的传承。咱来知影毋那是干那看这段经文，咱知影这毋那是干那参队的分配，这是信仰的传承。因为加列忠心到底，所以伊的子孙也得到祝福。现在兄弟姊妹有理想的父母，会建立有信仰的家庭。有理想的父母会建立有信仰的家庭。伫即个现代咱会讲有人会讲我的信仰是我个人的事，即句话有毋对无？无啦我的信仰是我个人的事嘛，无毋对但是你的信仰若是真实的，自然你会影响你的子孙。你会影响兄弟姊妹，教会的少年人，活出你的见证，成做因的模样，好无？活出咱的见证，成做下一代的模样。我讲一遍，活出咱的见证，成做下一代的模样。礼拜进前，咱礼拜9点半。礼拜进前，有9点来的兄弟姊妹，当然会当开讲。有9点20分来的兄弟姊妹，10几分20拢有陆陆续续咱进来入来教会。牧师真期待咱入来教会，当讲话无问题，会当细声讲话就好。咱牧师嘛真期待，差不多。咱拢会串联信息，当串联信息的迄个服侍的兄弟姊妹起来台仔顶的时阵，咱若看到咱咧讲话嘛，咱若看到，也是讲彼此会看到，咱会当讲暂停因为迄个时间就准备要来安怎，要来串联咱的信息，咱一个音会当搁较顺序。总是这10几年以来，我差不多。听到看到的拢是咧串联信息有缘还佫自自在讲话差不多甲串联第2首较交织，大家较无遐讲话。我所真期待咱咧敬拜上帝，留一个安怎，留一个模样模范，互咱的下一代来看。咱毋通了解到迄个囡仔细汉的囡仔，拢袂看大人咧创啥，这是一个提醒，也帮助咱兄弟姊妹会当同好，就是咱进入上帝的殿院，咱会当先看上报，今仔日牧师要倒一段记录，你献开你的圣经，先来读一下。我知影有几位兄弟姊妹就是安尼要做，献开圣经来看，要入的信息来了解知影。就细声讲话一个，安静，开始咧准备做礼拜。
理想会影响下一代，咱的惯习习惯嘛会影响下一代，咱伫教会内面的生活，咱的行动嘛会影响下一代，这是真重要的一件事。你活出来的信仰是毋是会，是毋是一种会是啥物款会传承的信仰？你有愿意你的子孙也亲像你安尼来信靠主、侍奉主？若是有，咱今仔日就爱开始建立一个有义上的心方式。我毋知影即个，我有一个PPT 啦，还是忘了。开始要播放一下这个这边咱的青少年团队有参加一个营会，这个营会叫撼动星球，撼动星球，这个撼动星球顶悬，差不多有5-6间教会做伙青少年做伙参加，差不多180位左右的青少年。伊是英公教会来主办的，英公教会的青少年来主办的，因这个策划真正真好都有特殊报名报到各方面因拢有兄弟姊妹伫遐这青少年拢青少年去做包括音控音响听讲是因为因做的迄个团队这个。有出来因做的迄个场地是这个圣经学院拄啊好，因以前有影池即马甲囤起来，变一个活动的所在。真属是咱的教会啦，有要办灵修会嘛会当去遐，真属是这拢因家己设计的这2位牧师毋是迄落，咱是去讲阮去看遮个囡仔我就讲倒牧师咱拢穿短裤穿这布鞋翕一张相因这个撼动星球这个主题叫撼动星球，其实因办3-4年这个青少年英公教会差不多，因主要这个差不多加起来60-70位，拢总去参加其他的教会组织起来180位左右，这互咱看，这是每一队咱细里看，咱有咱的囝儿伫内面，咱的青少年伫内面，这一队一队因拢有得奖翕相，得奖翕相。在咱教会还佫有新学生，嘛拢有来咱教会，这队是咱查甫队的教会的查甫的这青少年看你的囝儿敢有伫内面有啦在敬拜娱乐的时阵，这是这队叫流行队，因拢用迄个星星的这个名伫遐来。这是暗时许兰老师佫有义军技术去探班买鸡排请因食安尼因咧聚会的时阵听台顶的讲员祈祷有拄时嘛忝对吧？因真自然忝就拍安尼这边较美中不足，因无坐椅拢坐伫高骹拢坐伫高骹。这因是参加每一个迄个因的迄个参加的即个课题啦这个是跳舞的迄个叫西瓜的跳舞用西瓜来跳舞伫遐这张图我是上感动的为虾米呢？咱看到的这个大人为着咱的囝儿伫遐换手咧祈祷，因是即边名大，因遮的兄弟姊妹毋是家长是因教会对伫少年事工、青少年事工有负担的即个兄弟姊妹因组成的。因迄个名单是因还未开始进前，因摕着名单就为遮的囡仔咧祈祷所以因每一个人拢有一张囡仔的名。顶悬因开始写要为伊祈祷的实际代志，写起。迄天有一个时间是为着每一个囡仔去祈祷，英公教会遮的兄弟姊妹，因拢总去伫迄个所在，
迄个时间为因换唱祈祷，遐囡仔拢无熟悉，都不认识。亲爱兄弟姊妹，咱是毋是捌为着咱的囝儿安尼祈祷？咱是毋是每一遍咱教会所办的活动进行，咱是毋是有为着遮个兄弟姊妹参与的兄弟姊妹祈祷？你是毋是有为着圣歌队队员来祈祷？因为因要侍奉，你是毋是有为着咱的中日同工祈祷？因为因要来侍奉，毋但是敢若伫礼拜日的时阵，即巴度我看了真感动，就是因遮的兄弟姊妹知影即边的活动真重要，因做水阁好的模样，来为着遮的囡仔、遮的青少年来祈祷。最后颁奖这个因公教会的牧师因有2位共款有2位牧师夫妇伫这个所在这个同右边同左边这位黄牧师一对一对颁奖，颁奖了因有分享一对一对分享奖励的奖品这是另外一天的活动青少年就是安尼生水生水的活动生水的活动继续有遮颁奖我拄好迄天颁奖我嘛有去我嘛是上台颁奖这是隆重的大合照隆重的大合照这是室外因生水了大合照好继续进来兄弟姊妹求标一道异乡的影响第一代我需要讲的也就是来咱来看你画出来信仰是毋是会传承是毋是会成做一款传承的信仰？你的生活其实嘛是同款，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信仰，咱来知所以咱是毋是愿意安尼来做？若是有，就麻烦兄弟姊妹，咱开始建立一个有意向的生活方式。迄个理想，我哋较，咱知影讲咱要来传福音，我要安怎用伫个我厝边头尾传福音即个见证，互我下一代来学习，你是毋是这是一个例尔各足侪咱会当来想。最后，我想要甲兄弟姊妹分享，你是毋是阁敢继续做梦？你是毋是有？还是我已经差不多退休就是安尼。家庭的性命，互咱有3项真宝贵的提醒，就是拄则所讲的迄个3项。第一点，有理想，才会当活得有快乐，毋那是干那过日子。第二点，上帝所应允的虽然会较久，但是会空空。最后一点，你的理想。毋是祝福你家己，嘛是为着下一代的准备。无得较，咱即个下一代会过去，但是安怎？其实咱继续诚做好的模样。咱下一代无得较青少年的时间过去伊变中年但是伊犹原在学习咱时代对你生活信仰的态度。愿主来帮助咱。当咱诚做基督徒，毋那是为着今仔日来活来，是为着将来来活。抑阁会记你少年的时阵对上帝迄个感动，迄个祈祷的梦幻。上帝今仔日要唤醒你心内面迄个信心的种子，叫你一遍搁一遍勇敢来做这个梦。咱学习加力安尼来祈祷。第12节讲主所应允我的迄块山地，求你今日教我，因为我有信心去得着。因为有主甲我同在，我会得着伊为着我备办的产业地业。愿主祝福，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
无论你是88岁，或者是1岁，我相信上帝会应允，会成就伫咱的一生中间。学习等待，学习继续不断的祈祷，学习为着看到咱的下一代，要爱有若是好的环境，咱即马环境已经应该是还不错了，但是信仰的层面求主来保守锻炼。咱为礼拜开始做起，愿每一位兄弟姊妹，咱来想，来调起上帝，伊有看什款的心，带咱的囝儿时阵来到上帝的殿院，你要安怎样教育伊，好的模范互伊看，愿主来帮助咱，三甲阿头来祈祷。仰阮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你听我，你真正听我。你互阮南口基督长老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伫阮团体信仰的团体内面，阮无欠缺，阮彼此来斗相共。教会有需要，阮看到做兄弟姊妹就努力拍拼奉献。阮看到某物人有需要，阮做兄弟姊妹就关心这个家庭。主啊，总是有时阮有一点仔软正软弱的事，求主你来帮助阮。每一遍教会为着教会的遮个事工也好，为着教会传福音宣教的事工等等好，阮知影真重要的是，遮个阮的下一代拢在看。阮有侪的梦想，嘛会将遮个梦想，甲阮的囝儿时孙孙，或者是兄弟姊妹做伙来分享。总是主。当阮在实践信仰的过程中间，难免有时会软正软弱。主啊，求你赏赐阮有够野的信心，来仰望你，来依靠你，帮助阮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对每一个事、每一个事项、每一件事，拢会当认真致意来完成。因为阮知，阮要做好的模样，互阮的下一代来学习。求主保守、锻炼嘛，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坚固阮的信心。看到家里这款的精神，阮相信家里的下一代，伊的子子孙孙，拢会当安尼来行达。因为阮嘛看到阮的时代，安尼样来完成信仰的传承。主啊，阮感谢上帝。你继续带领阮南口基督长老教会众兄弟姊妹，对伫中一同工，拢会当心合意来向福音，互阮的下一代嘛看见阮认真拍拼的过程，互主的阳光来得到阳光。感谢主，安尼感恩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即是来回应上帝的话语，咱即是来用信息490首，信息490首，请听。
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咱请坐。这是来报告吼，报告这是请今仔日有新朋友来到咱的教会，咱请咱有牧师来甲咱介绍新朋友。今日平安，我先来介绍吼，第一位是夫妇啦吼，新婚夫妇吼，新婚夫妇吼，嘛是迄名甲咱建志长老共名吼，叫做赖建志夫妇吼，来恭喜一下吼，还有他的太太吼，他的太太，拄啊结婚吼，顶礼拜吼，顶礼拜拄啊结婚吼，拄啊结婚，因台中吼，住伫台中南口来去去，两个所在安尼吼，来去去吼，那伊出现伫咱教会，表示伊就是伫遮来聚会安尼吼，感谢主，搁一遍透我欢迎，吼，感谢主，感谢主。搁一位是咱胡叔妈啦，燕青姐。查某囝吼，住伫台中吼，赖玲晶赖玲晶姐妹吼，咱欢迎吼。广福牧师的妹妹，吼，是感谢主吼，来看妈妈啦吼，感谢主吼，来，毋知佫有第一摆来甲咱中华的合作，咱来报告方向报告。咱来看咱的周报吼，咱的刚事奉的部分吼，咱大家来看吼。那再来看咱的聚会人数甲奉献。聚会人数，咱组这拢有小组团契的聚会吼，还未参加小组的团契兄弟姊妹，欢迎大家会使来参加。咱来看本会的消息。第一点，下主日12点半要召开儿主老师的会议。咱请咱的相关的同工比本心来出席。第二点，咱生孙没有把握事实的新婚，反而仗着家己的人帅骨力大，飞跃度日。虽然最后也会干，按讲上面与非利士人取笑堕落也大可妙丢，结束了一做4师20年的日子。咱主要是讲。咱要甲咱的圣经生活化所以讲，咱会关于4师的这个部分，咱搁2摆的机会7月20到7月27号慢慢华语10点到11点会使参加这时阵，欢迎咱兄弟兄姐妹咱稍微来参加。咱第3点，礼拜典礼组征求同工咱邀请咱兄弟来参与服事。
用咱的恩赐跟热情来加入咱的这摆服饰哦。要咱报名哦，如果是对于投影片制作、播放的同工有热情，我们请假至真长老。还有美编、平面设计、拍照、摄影、栏杆，咱的教会领执事咱的礼拜的女主征求同工的服务。再来，咱本会附设大会，定7月22号到26号有举办严格夏令营五桂米2日归营，欢迎咱的家众国小学生会使做伙来参加。第5点，咱全教会培灵会8月17号联合礼拜中来举行，咱讲完是叶启祥牧师咱这个时阵，咱会使把时间空下来咱叶牧师来做我们的教会的培灵。第6点，咱的长执会决议9月份，咱开始咱的车道一律净空车道不停车。咱提早甲咱兄弟姊妹提醒希望咱做伙来配合。咱来关怀大道的部分，第处调影调用的名册：卢景全、李玉远、林德修、曾文德、杨玉珠、郑明祥、林敏珠、徐建林，咱做兄弟姊妹，身体欠安的，带伊的马来金、吴门诊弟兄的妈妈，咱也为咱的教会身体有欠咱的兄弟姊妹来代祷。咱也要继续为了教会1楼目前即马正在修缮的部分来奉献甲代祷。咱的奉献的部分有叮当的部分，咱甲咱的干事来反映。以上，咱只是来做伙来读咱的经文。咱的英语约束下记14章11节，来咱做伙来读。亲像无论是出去，我的贵人你是怎样？现在我的贵人是安尼。OK， 咱这是来上营507首，507首，上营上车用书咱做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他，圣神的上托，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个弟弟，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咱请者热岛线大家交通后轴线，咱来行平安咧。